后来今仔日6月初4，31年前的今仔日，中国有9,000万的学生甲民众组织伫北京天安门争取民主。经过31年，香港即摆有一群少年人为着家己相信的价值，当咧努力。流亡到台湾的铜锣湾册店的店长林永基认为讲，这中共的本质并无啥物改变。另外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个面册发文章。 祝福香港。拍断手骨颠倒勇，香港铜锣湾的册店顶个月伫台湾重新开幕。店长林永基接受访问时，嘛就讲起香港的现状。这一天原来是6月初4，天安门事件到今已经31年了。他为什么要发生6月10号这个事情？就是为了他的政权稳定性才做嘛。那等于是说30几年以后，他们做的，他们的观念。 还是一样。自6四到香港反送中所引起的一连串的抗争，林永基认为中共的本质并无改变，因镇压少年人的手法嘛拢同款，就是要完成统一的目标。控制香港以后，先把香港统一起来，然后下一步就到台湾。你认为他下一步就是台湾？他可以做啊，有什么不可以做？他杀人都可以。你看6四事件就知道，他从来没有变。林永基伫台湾要讲啥就讲啥，不过6四这2字伫中国是大禁忌。总统蔡英文伫面册发文，讲伫中国一年只有364天，有一天根本互放袂记录。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消失的日子，我来祝福香港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原来发文就讲，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上网络袂去用封锁关键字，希望用无同款的方式，大家都要珍惜民主，唔通袂记咧6四。